早些人去专业哪里啊？碰不来些面，谈了碰面谈面，第些些个碰对面，第些些个康熙影响的啊，人去专业没有，对吧？这个大家对这个的，这就是啥呢？碰不来些面，谈了面谈面，大致上碰对面，大致上康熙影响，都是上当人的大赛的。去说是不是接不起是大赛的，全那么多。这一句是中观根本汇论第22品观如来品的第一首句子。根本汇论藏文是 Zawa Sherab， Zawa 是根本， Sherab 是般若慧， Zawa Sherab 烹明烹钵累贤明。第一个烹和后面这个烹钵，它们是同一个词，都是运的意思。明是否定词，表达非不是，所以烹明表达非运不是运。累是由什么什么从什么什么跟前面的东西来做比较。贤是其他，所以烹钵累贤是异于运以外的其他东西。明刚才讲过了，是一个否定词，表达非和不是，所以烹钵累贤明就是否定存在于运以外的异于运的。烹明烹钵累贤明得啦烹美得得美，这一句有3个得，它的意思是该，那个比，它是一个代名词。第一个得在这边指的是如来，啦是一个格位词，烹是运，美是无没有，所以得啦烹美是在如来没有运，这个得是运，啦是一个格位词，接下来的这个得指的是如来，没是无没有，所以得没是在运中没有如来。得啦烹美得没，得心谢把烹灯明，得心是如同，谢把是来去行走，所以得心谢把就是如来。烹刚才讲过了是运，灯是具有拥有，明是否定词，表达非和不是。得心谢把烹灯明，得心谢把港西银，得心谢把刚才讲过了是如来，港西是谁，何者某一者，银是事，得心谢把港西银。达赖喇嘛尊者时常讲到，将此句结合自身做思维，前2句一样，第3及第4句开头的达就是我，借假瓦是所谓的前述那样东西，所以呢，整句就是烹明烹钵累显明，得啦烹美得美，达借假瓦烹灯明，达借假瓦港西银。同样的，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名字来做思维。比如说，尊者年幼时的名字是拉摩敦住，拉摩是天女、天母、吉祥天母的天母，敦住字面上是义成，它也可以指不空成就佛，所以整句就可以变成烹明烹钵累显明，得啦烹美得美，拉摩敦住烹灯明，拉摩敦住港西银。
大家可以尝试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做思维。다시르기 안다 풍미는 풍부 레신미 텔로 풍미 텔테미 디시고 풍데미 디시고 강신이 순자리 소소마 자체 나는 사 로산스네 말베 로산스네 봐 자자가 풍민 풍부 레신미 텔로 풍미 텔테미 로산스네 가서 풍데미 로산스네 강신이 있으라나 아 경상시도 그럼 나도 상당히 말에 민계에 그들이 친주간에 딱 밤에 따위는 수 따위는 한번 들으셔야 돼. 아무도 한번 들고 아무도 보고 쓰는 그들도 봐. 사부들도 제자가 와다 라부들도 가르쳐 들으세요. 삼대기 풍을 내시면 텔레폰이 대때문에 사무들도 풍되면 사무들도 강신이 있으면 싸우면 좋습니다. 以此类推，在修持仪轨时，可以结合各种不同的本尊护法去思维和观想。像大卫的金刚的长轨中有讲到观想15手方，抽宫中啊，抽是方位方向，宫是守护保卫，中啊是15。前面2句维持不变，第3和第4句就会改成抽宫中啊碰点名，抽宫中啊港西营。但是직식大家对呢초중 중앙 계획 그도래 다가라 에네 풍을 내시면 텔레테미 초중 중앙 풍대미 초중 중앙 강시 인사 디상단에 에네 계시가 왜서 주고 됐어 어디 뒤에는 상단체 에네 계시가 왜서 주네 에네 직식两顾了 下下去。同样的，结合至尊文殊、结尊讲央，我们之前学过，结尊是至尊，讲央是妙音文殊，所以第3和第4句就是结尊讲央彭德明，结尊讲央港西营。풍을 내시면 텔레폰이 텔테미 디시고 풍되면 디시고 강신이 있어야 나시 그때 잡아야 상담이 풍을 내시면 텔레폰이 텔테미 지준자양 풍되면 지준자양 강신이 상담다 저는 이해합니다 와这都行的。结合观世音可以念尖瑞西旺，尖瑞西我们之前学过是观世音，旺是自在权威，所以第3和第4句就会是尖瑞西旺彭德明，尖瑞西旺港西营。我们这他包括尖瑞西풍을 내시면 텔레폰이 텔테미现在生活碰见面，现在生活更新意思，上当的，没得过。香港人就落了一下，这个上年这个月的我过，早的没得过，个习惯都差不多，我在地上当。基诺尔公司结婚全部错，公章古主国际了配比，故意冲干了，扎西得来张美术，年底呢公司错了，准备确把赢。给在机器公司处估测下辈等不我。恭祝达赖喇嘛尊者久治金衣华诞，寿辰吉祥，生日快乐！仅以本系列所有影片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承收供养，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身体安康，足莲永固，法轮常转，长久住世。May this entire series of videos serve as a humble offering of devotional practice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ppy 91st birthday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shing His Holiness good health and a long life. วิดีโอชุดนี้ทั้งหมดข้าพเจ้าทั้งหลายขอนมถวาย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สักการะบูชาและ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แด่พระองค์ทรงแด่พระดาลัยลามาผู้ทรงพระเกียรติสูงสุดด้วยความเคารพอย่างยิ่งข้าพเจ้าทั้งหลายขอนมอธิษฐานให้พระองค์ทรงมีพระพนานามัยสมบูรณ์แข็งแรงทรงมีพระชนมายุ
ยิ่งเย็นนานทรงมวลกองล็อกแห่ง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สือไปไม่สิ้นสุดและทรงดำรงอยู่ในโลกนี้อีกยาวนาน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ดแห่งสรรพสัตว์ทั้งปวงข้าพเจ้าทั้งหลายขอกราบถวายพระพรเนื่องในวาระวันคล้ายวันประสูติองค์ดาลัยลามะเจริญพระชนมายุครบ91พระชันษาครับSelamat Hari Lahir yang ke-91 kepada Yang Mulia Dalai Lama. Semoga sentiasa sehat dan bahagia.